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腔，读口音腔第一条。读腔这是读鼻音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腔，就是一款四角形的箱仔，亲像哪样共款，咱讲是腔仔，用来底菜腔仔，或者菜腔。嘛有人甲底下边的器具较浅形的，亲像盘仔共款，或者腔。腔嘛当讲是一款人仔，专门用来底填衫用的针线、加刀这家私。这个文音读做空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咱同齐来看到头一个读做腔仔，这是一款用竹尾边的器具，会当底一寡填衫的家私，包括针线、加刀等等的物件。第二个词读做腔球，意思就是拿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甲朋友小少去拍腔球，结果一个伤过出来，裤煞离开，转去到厝内，阿嬷摕腔仔出来，拿针线替填好势，实在真大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腔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